一切的最初都似破開，但學錯了的探戈，修正每種動作起與跌，經挫折萬次，堅持看後了換節氣，曾被擊倒的我回想起。我要怎麼處理，才恢復勇氣？回看初賽時，我急躁時，每天過得不輕易，取勝時跌倒那時，每息每招亦出於我的本意，又令突破誰可知？誰裂筋骨萬次，才完成細節半個故事。先養好氣息，恭敬仰天跪拜，不去想攻擊，先冥想手律戒光和右心如法狀態，輕快強發不過時，永不會遲，要專注於感激的本意，取勝時跌倒那時，每息每招亦忠於我的本意，難捱劇痛時，在暗中眼淚不可恥，馬上瘋狂不會讓你知，不過時永不會遲，你肯去闖就專心不已，取勝時那日你不會知，人在世你做到極致，不需要誰定義，你是頑強大使，仰望塵世裏每個鬥士。故事的開始，戰服收下名字，不過時永不會遲，要專注於感激的本意，取勝時跌倒那時，每息每招亦忠於我的本意，難捱劇痛時，在暗中眼淚不